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的前发言人丁一鸣，日前引发到牛肉面的风波，去甲店家会室内买店家产品要赔罪。不过，这个发票是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，方质疑是要报功效。想袂到苏贞昌买红仔册，同款嘛咧发票拍这个行政院的统一编号。苏贞昌是参加着活动，先煞买红仔册要送查某孙，这个发票竟然嘛来拍着行政院的统一编号，疑似暗算要来报功效。行政院是回应讲，这个苏贞昌是使用着厝内底也未开了的3倍悬落付钱，不过为着避免误解，会去换发票。苏贞昌今仔日嘛亲身来回应，讲唔知影有人遐尼牙价来拍这个统一发票。若这个进行权依照规定，本来就无法度来报功效，所以无需要就地发挥。还要男子。行政院长苏贞昌12月13日一透早就来到万华基地一间红仔册店，讲要买礼物送给宝贝孙仔。这个2份小公蚂蚁，小公蚂蚁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最后要来交托红仔册甲一张上好的明信片，总计是3010块。伊甲厝内底人招来3倍券，搁差10块银，搁向行政院的秘书长李梦燕借10块。但是揭晓的时阵才发现，收银机顶管早已经输入行政院的统一编号。丁一鸣事件、牛肉面打桶边事件的升级版，应该要彻查，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支费的这种使用，是不是都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门的这个业务费的使用，是不是都是充斥的这一种就是全家就是我家的这种观念呢？的行为。依法，公务员买物品给家人本来就不能够报账的，所以主观上没有，客观上也不能，这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。昨天院长说他是跟女儿借，是跟你借的吗？院长的女儿不是只有我一个。行政院原证实，统一编号是高这科当然事先提供的，但是店头咧算销的时阵，嘛原来无询问是毋是就要拍统一编号。苏贞昌对发票顶悬的资讯并无了解，要买物件送给孙仔，照法令嘛袂当用功效来报，为着避免误解，将会找时间来换这张发票。店头表示，礼拜一休困，等到拜二开店营业了后，都会来帮忙斗更换。